open that door！喺屋企人嘅溫暖支持下，嚟自長灘嘅單親媽媽 Myra V 女士喺5月30號晚間10點喺大莊家賭場度假村嘅豪華巡禮送大屋活動中，成為全新特曼富拉大屋嘅幸運得主。呢一棟位於特曼富拉市嘅全新4室3衛大屋，係 Myra 多年努力嘅回報。佢回憶起早年作為新移民嘅艱辛，並表示呢一個係佢人生中第一次擁有自己嘅房屋。佢喺墨西哥取得心理學學位之後，毅然決定前往美國，為女兒們謀求更好嘅生活。如今佢係加州老年人照護嘅醫護人員工會代表，為家庭付出不懈。喺活動中 ，Myra 選擇咗右側第6個幸運盒，並且將自己喺社區教會外執到嘅幸運硬幣放喺上邊。佢曾經夢見一棟鋪住白色地板嘅大屋，呢一次嘅獲勝讓佢深信夢境嘅意義。當主持人 Ty Pennington 倒數計嘅時，只有 Myra 嘅鎖匙成功開鎖，俾佢成為唯一嘅幸運兒。Myra 激動表示，呢個係佢嘅美國夢，佢終於擁有咗自己嘅房產。隔日，佢同屋企人再次見面，宣布將盡快入住呢一棟大屋，並期待住新生活嘅開始。除咗 Myra 嘅獎項，另外2名參賽者亦都各獲得咗25,000蚊嘅現金獎。呢一次活動提供咗會員贏取夢想家園嘅機會，並計劃喺2026年再次舉辦。大莊家仲向非營利性慈善組織大洛杉磯地區人人家園捐贈咗5萬蚊，以支持該組織嘅重建工作。如需了解更多詳情，請登錄官網 pechanga.com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